各位菩薩，大家好。今年係法鼓山香港道場成立30週年。30年嘅時間，話長唔長，話短都唔短。我哋好感恩咁多年嚟陪住我哋成長、護持我哋嘅所有法師、護法、菩薩。所以我哋喺9月6號將會啟建三大士瑜伽焰口法會，希望通過呢個法會能夠利益更多嘅眾生，回饋社會大眾對我哋嘅護持。喺法會開始之前，我哋誠意邀請大家一齊參與名為法華30網絡共修活動。喺7月開始，我哋將每一日推出一段法華經讀誦嘅影片，每一段時間大概係20-30分鐘。30日之後，我哋就可以圓滿誦讀一部法華經。或者有人會諗，我工作好忙，生活節奏好快，邊度有時間誦經啊？其實正正係因為我哋生活太過忙碌，我哋更加需要留返啲時間畀自己安頓身心。每日半個鐘頭嘅時間誦讀法華經，就係一個最好嘅安心法門。法華經被稱為經中之王，佢係一部開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嘅經典。經典裏邊話畀我哋知，無論我哋而家係身處任何嘅境況，無論我哋遇到多少嘅挫折同困難，我哋每個人仍然都有成佛嘅可能。我哋都可以喺佛法裏邊揾到光明同埋希望。而咁樣嘅精神就正正同瑜伽焰口法會非常嘅相應。其實瑜伽焰口法會並唔係單單施食眾生，佢更加係引導我哋發起菩提心，勸導我哋皈依三寶，受持三昧耶戒，發願修行，走向離苦得樂，成就佛道嘅道路。而呢個正正就係法華經嘅核心，人人皆可成佛，人人都可以行菩薩道。所以我哋希望大家將誦讀法華經嘅功德回向我哋呢一個嘅瑜伽焰口法會，回向一切嘅眾生，亦都作為我哋呢次法會嘅前行功課。所以我喺呢度至誠邀請大家，從今日起一齊加入法華30網絡共修，等我哋以法華經嘅智慧淨化我哋嘅身心，以焰口法會嘅功德回向一切嘅眾生，共同成就自利利他嘅菩薩道。期待喺9月份嘅瑜伽焰口法會可以同大家相聚，一齊共修。阿彌陀佛。